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恒生銀行青年領袖教室2010，我係今集節目主持人謝舒雅，而我就係羅星海。今日我哋又要上一堂國情教育，今日嘅主題呢就係背靠祖國，而我哋請到史美倫議員。我聽過史議員啊，佢曾經擔任過中國嘅證監會副主席，而且佢仲係首位來自境外嘅副部級官員添。係啊，佢喺中國大陸嘅工作經驗非常之豐富，所以今日嘅重點並唔係歷史發展，而係點樣融入中國大陸嘅工作環境同埋社會環境。冇錯啦，如果同學有興趣喺大陸發展嘅話，咁就真係要認真聽下啦。史議員除咗係全國人大代表之外呢，亦都擔任過證監會嘅董事、廉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嘅主席同埋執業律師，絕對可以話係一個涉足金融、法律、政治同埋教育界嘅女強人。不如我哋而家就以熱烈嘅掌聲邀請史議員嚟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。今日嘅香港，我哋係背靠祖國。今日嘅祖國同以前20-30年前係唔同。我聽到有啲我嘅年輕嘅朋友同我講，以前中國大陸未開放，當然香港有咁嘅機會啦。而家中國大陸開放咗，我哋嘅機會係咪少咗呢？咁我自己覺得啱係相反。以前當然我哋有一定嘅優勢，因為佢相對大陸係相對嘅係一個關閉嘅社會。而家祖國開放咗，經濟蓬勃咗。喺國際上嘅地位提升咗，個機會對我哋嚟講只有更多，唔係更少。當然，我哋嘅競爭對手係多咗。以前喺我哋成長，喺我個人成長嗰陣時，中國大陸嘅祖國嘅同學係好少到香港嚟讀書，亦都有好少中國同學係去外國係讀書嘅。但係而家呢，就唔同咗啦。咁所以我覺得機會一方面係更多。背靠祖國呢一樣嘢，相信大家都有體驗到。喺即係而家我哋以前話香港旅遊業，香港係非常蓬勃，旅遊嘅人口喺邊度嚟呢？遊客東南亞、歐美國家。但係近年來呢個已經唔同咗，我哋好多嘅遊客，大部分遊客係國內嘅同胞，而佢哋嘅消費能力係一樣咁強。呢啲亦都係造就咗香港嘅經濟繁榮嘅其中嘅一個原因。咁同時，國內嘅經濟開放亦都需要好多香港嘅專才。香港過去喺30年，即係20年到30年之間，係不斷，尤其是喺過去10年，不斷咁有香港嘅專業人士去大陸，係幫國家嘅發展，幫企業嘅發展，包括咗律師、會計師、銀行家、測量師。好多各項嘅專業人才，甚至有啲老師亦都係想去。咁我覺得喺呢個情況之下，我哋香港嘅同學嘅就業機會已經唔係單單係淨係睇香港啦，而係可以更闊嘅、更廣泛嘅，係包括咗喺中國大陸。咁但係我哋點樣利用呢啲有嘅機會呢？當然好重要嘅，無論係以前或者係而家，都係要充實自己。冇一樣嘢係能夠取替你自己嘅我所謂 content， 你個內容，你嗰個即係本身，即係唔係淨係話外表，而係你內容，即係你有幾叻呢？你有幾多？將香港人話你有冇料㗎？嗰啲料係乜嘢呢？就係你嘅內涵，就係你嘅內容。咁呢啲料呢，就要靠你自己充實自己啦。我見到嘅同學，內地嘅同學，佢哋對外邊嘅世界係充滿咗好奇心。充滿咗一份拼搏嘅精神，就係好似我喺香港成長50年代、60年代嗰陣時一樣。因為佢哋以前嘅社會係封閉嘅，所以佢哋對外邊嘅社會係更加有一份好奇心，覺得係更加要充實自己。咁喺呢一方面，我哋香港人當然唔可以落後啦。當然我自己覺得喺今日嘅社會，喺 IT 即係互聯網非常發達嘅時候，可能大家同學覺得我唔使一定要出去外邊先至知道世界發生咩事，呢個我絕對承認。但係你親身嘅經驗、經歷同埋喺網上嘅經歷係兩回事嚟嘅。咁而實際嘅經驗呢，係會充實你自己，使你嘅眼光呢就係擴大。咁呢啲如果我哋大陸嘅同胞都喺度做，點解我哋
仲唔係一樣咁做，一樣咁爭取呢啲經驗呢？